你有冇諗過，你每日開眼睇到嘅呢個紅紅綠綠、實實在在嘅世界，根本唔係真正嘅客觀現實，而只不過係你個腦為咗防止你精神崩潰，特意幫你剪輯、預測同埋編造出嚟嘅一份生存招。你而家望下你隻手，再望下你個芒，係咪覺得佢哋好實在，實到掂得到咁滯？我話你知，呢種實在感，正正就係你個腦最成功嘅呃人技倉。好多傳統觀念都教我哋眼見為實，但係科學數據推開出嚟，真係會嚇你一跳。人類呢對眼能夠接收得到嘅光，即係所謂嘅可見光，喺成個客觀世界嘅電磁波譜入面，佔嘅比例只係大約0.0035%。你冇聽錯，小數點後面跟住3個0，個數字代表咩？條你以為自己睇盡咗成個世界，但實際上你連呢個世界嘅1/1000都未接觸到。我哋對眼淨係識得可見光，但係可見光以外，仲有紫外線、紅外線、微波、無線電波、X 光，成個宇宙充斥住各種各樣嘅能量，你全部睇唔到。我再講一個更加關乎你認知嘅事實，呢個大自然入面根本就冇顏色呢回事。你覺得紅色好幾換橙，藍色好憂鬱，綠色好清新，全部係你個腦作俾你嘅。光嘅本質純粹只係一啲唔同長度嘅電磁波長。700納米嘅波長本身並唔係紅色，500納米嘅波長本身亦都唔係綠色，係你個腦嘅視覺皮層接收到呢啲信號之後，自己決定要將700納米嘅波長畫成紅色，將500納米嘅波長畫成綠色，再好似一個先進嘅投影機咁，將呢啲顏色投射翻去你嘅意識入面。外面嗰個真實嘅世界，可能根本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嘅五彩崇，而係一片漆黑，或者指你係一堆你睇唔明嘅能量波動喺度交殊緊。你諗下，如果連你日日對住嘅顏色都係個腦作出嚟嘅，咁你點肯定你睇到嘅其他嘢就係真嘅？如果我哋跳出人類嘅視覺去睇下其他生物體驗緊嘅世界，你就會更加明白乜嘢叫做版本之爭。同樣一朵花，你睇到係紅色嘅，但係喺蜜蜂嘅眼中，因為佢哋可以睇到紫外線，所以朵花佢會有類似機場跑道嗰種指示花紋引導佢去採蜜。你話究竟係你見到嘅紅色係真，定係蜜蜂嘅見到嘅激光跑道係真？夜晚瞓覺嗰陣，如果間房有隻老鼠行過，你乜都睇唔到。但係如果有條響尾蛇喺度，佢靠面部嗰對著屈，可以感應到老鼠體溫發出嘅紅外線，將熱能轉化成視覺信號。喺漆黑之中清清楚楚咁睇到隻發光嘅老鼠。果魚可以感應到微弱嘅電場，候鳥可以裹區地球嘅磁場嚟導航。大家明明住喺同一個地球，甚至係同一間房入面，生物體驗緊嘅現實都係完全嘅版本，都係完全唔同嘅。冇邊住一個版本叫做絕對嘅正確，對人類生存最有用嘅版本播俾你睇。你試諗下，你個腦喺每秒鐘要處理幾多嘢？你間房呢一刻塞滿咗 WiFi 信號、藍牙手機波段，你身體散發嘅體溫熱能，仲有周圍電器發出嚟嘅電磁場，呢啲嘢嘅密度高到連針都插唔入。但係你個腦好聰明，佢為咗等你專心生活，將呢9成9嘅雜訊全部過嚟走，唔會將佢哋變成任何影像或者聲音去嘅騷擾你。因為如果佢唔過你，你每分每秒都要同時感受到件衫摩擦你皮膚嘅觸感，隻手勒咬住你手腕嘅壓力，冷氣機嘅呼呼聲，隔籬屋嘅電視聲，再加埋空氣入面所有嘅電磁波長，秒鐘就會 overload， 即刻崩潰。你而家以為自己活喺當下，有錯啦。你個腦處理視覺信息需要時間，所以你以為嘅現在，其實係早喺0.1秒之前就已經發生咗嘅事。你而家睇緊我講嘢，你接收到嘅其實係0.1秒前嘅我。你個腦就係靠呢種視覺暫留嘅技巧，將過去嘅畫面當成現在咁播俾你睇，等你覺得個世界係連續係順暢嘅。如果講到呢度，你都仲未覺得自己一直活喺一個由大腦精心炮製嘅虛擬實境入面，咁接落嚟嘅內容會同你拆解，點解你個腦要咁大費周章去瞓住你？點解佢要剪走9成9嘅真實資訊？仲有呢個所謂嘅現在，究竟同你以為嘅相差幾遠？你如果都想知多啲呢啲震撼嘅真相，唔想再俾自己個腦繼續呃落去，仲想深入探討物理學同大腦科學點樣定義現實，記得即刻撳落去
嗰個訂閱掣，仲要打開隔連個小人邊，夾晒全部通知。你訂閱咗，我哋先有機會繼續落去，一齊揭開呢個現實世界最底層嘅嗰塊遮肚布。唔訂閱嘅話，你轉個頭又會俾演算法推返啲煮飯片或者搞笑片俾你，到時你就永遠唔會知道你個腦仲有幾多驚天大秘密收埋咗。快啲訂閱，我哋跟住即刻展開呢場腦內革命。你以為睇到就係真實？就算你對眼真係接受到光，你個腦都未必會即刻播俾你睇。由光線射入你眼球嗰一刻開始，到時網膜將呢個信號轉換成電化學脈衝，與監視神經慢慢爬入你個大腦枕肉皮層，最後由個腦將呢堆散收收嘅圖像碎片重新拼回成一幅完整畫面。中間呢個過程需要大約100毫秒嘅時間，100毫秒即係幾耐？即係10分之密集。呢個數字聽落好短，但係喺神經傳導嘅世界入面，呢10分之1秒嘅延遲足以證明一個殘酷嘅事實。你以為自己活喺當下，但係你對眼睇到嘅每一個畫面，全部係10分之1秒之前嘅歷史。你每一刻都喺度睇緊重播，你永遠都慢過真正嘅現實半拍。永遠都追唔到嗰個最真實嘅當下，但係呢度就有一個好矛盾嘅地方啦。如果個腦真係慢成咁，點解你可以一手接到個迎面掟過嚟嘅波？你可以喺馬路上面左穿右插，避開啲行人同車。呢個就係你個腦最狡猾、最叻嘅地方。佢唔甘心慢，如體制嘅。佢知道你等唔切，佢做咗一件極度誇張嘅事。佢等唔切數據到齊，就擅自開始進行預測。佢根據你過去幾十年嘅經驗同記憶，計算個波飛過嚟嘅軌跡同速度，估計嗰個波下一刻會飛去邊，然後將呢個憑空估算出嚟嘅未來當成現在，直接播俾你睇。所以你好順手咁接到個波，唔係因為你反應快，因為你個一早預測咗個波嘅位置，然後將個預測畫面提前播出，等你覺得一切住在掌握。你親眼睇到嘅嘢根本唔係真正發生緊嘅事實，而係你個腦為咗你方便行動而創作嘅模擬動畫。你唔信？即刻做個簡單實驗，唔使任何儀器，只要你企喺塊鏡前面，你而家對住塊鏡，望住你自己左邊嗰隻眼，跟住即刻將焦點移去右邊嗰隻眼，再移翻去左邊，左右咁快速咁望。你有冇見到自己對眼珠喺度移動？你係咪覺得自己對眼珠好定，完全冇畫過？但係你叫隔籬房個朋友幫手望下你，佢會清清楚楚見到你對眼珠喺度彈嚟彈去，好似個乒乓球咁。點解你會完全感覺唔到自己眼珠嘅移動？因為喺你眼珠跳動嗰幾毫秒之間，腦知道你會眼花，所以佢甚至將你嘅視覺畫面關閉晒，等你暫時變盲，等眼珠停定之後，先至重新開翻個畫面。然後仲要體貼地幫你用停留喺視網膜嗰幅高畫面填補中間嗰段空白期。你連自己對眼點樣移動都俾人啱埋，你點敢話自己睇到嘅嘢就係真？講到填補空白，呢個更加係你個腦嘅拿手好戲。知唔知你每一隻眼睛嘅視網膜上面都有一個叫做視神經盤嘅位置，即係視神經穿出眼球嗰個窿。呢個位係完全冇感光細胞，即係一個實在嘅生理盲點。像你左邊隻手抬高，用左眼望住右手嘅手指公，然後慢慢將左手向左邊移動，你會發現去到某個特定距離，你隻左手手指公會成個消失咗。呢個就係你個盲點。但係點解你平時完全睇唔到？眼前有個黑洞，因為你個腦好勤力，佢每一秒都用你另一隻眼睇到嘅影像，或者用你周圍環境嘅顏色同紋理，自動幫你腦補填平咗嗰個窿。你以為個世界好連貫、好完整，其實全部都係靠你個腦執好晒手尾，先至呈現俾你。連你自己對眼嘅先天缺陷，你都要靠個腦你先至發現唔到。呢個我哋根本睇唔到全部真相嘅邏輯，由你對眼放大到成個宇宙情況就更加離譜啦。人類發明咗咁多咁先進嘅望遠鏡，由光學到射電到 X 射線，我哋可以睇到幾十億光年以外嘅星系，可以計算到宇宙大爆炸嘅回響。但係科學家計嚟計去，發現一個驚人嘅事實：人類能夠睇到、摸到、探測到、計算到嘅所有普通物質，即係你同我呢個地球所有星星、所有塵埃、所有你叫得出名嘅嘢加埋晒，
只係佔咗成個宇宙總質量能量嘅大約5%，5%咋，剩低嗰95%係咩嚟？如得冇人知物理法嘢，為咗唔想實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就俾咗呢兩樣神秘嘢兩個名，呢個叫做暗物質，佔咗大約27%，另一個叫做暗能量，佔咗大約68%。你聽清楚，呢兩個名只係一個代號，一個標輪，佢哋嘅真正含義就係科學家攤開雙手承認自己完全唔知呢啲係乜春嘅潛台詞。我哋啲宇宙入面95%嘅成分係咩都未知，但係你竟然夠膽話你對眼睇到嘅就係全部真實。你而家望下你雙手之間呢個空間，你以為乜都冇係真空，你個腦係咁同你講，但係實際上呢個空間而家塞滿咗你手機發出嘅 WiFi 信號、藍牙信號、電視台嘅廣播頻率，你身體散發嘅紅外線熱能仲有所謂穿過你身體，而你又完全冇感覺嘅暗物質粒子。呢個空間嘅能量密度可能高到你難以想象，只係你個腦為咗等你專心睇我講嘢，將佢哋全部過漏走，等你以為呢度空無格。如果而家真係有個神仙出現，佢手指一指，話俾你揀一種你原本睇唔到嘅隱形能量，俾你親眼睇到佢嘅真面目，你會揀邊種？你可唔可以成日睇下呢間房入面嗰啲 WiFi 信號係點樣交成一個蜘蛛網？你可唔可以想睇下你屋企人身上散發出嚟嘅熱能紅外線係咩顏色？定係你夠膽大睇下嗰啲科學家都未搞得掂嘅物質究竟係咩樣？你唔使淨係自己喺度諗，快啲喺下面留言區打低你嘅選擇。如你話我想睇 WiFi， 我想睇熱能，或者我想睇暗物質，留言話我知，等我都睇下我哋嘅觀眾入面邊個最有科學好奇心，邊個最想打破呢個由大腦編寫嘅幻覺世界。你留咗言，我下個環節就更加有動力同你拆解點解物理學家會話呢個宇宙嘅本質可能根本就係一場全息投影。你唔留言，我點知你哋想唔想繼續追落去？我而家同你講嘅每一句都係挑戰緊你對現實嘅根本認知。如果你聽到呢度都仲頂得住，仲想繼續揭開呢個世界嘅底牌，你仲等咩？即刻訂閱我個頻道，仲要撳埋個小鈴鐺，揀晒所有通知。你訂閱咗，我先至卡個河道，你一定睇到我下一集講嘅大腦點樣修改你嘅記憶，去符合佢嘅預測。你唔訂閱，如嗰頭你個腦又會幫你忘記晒今日聽過嘅嘢，當乜事都唔好發生過咁，繼續安穩咁過活。你甘心俾你個腦繼續咁樣操控你？撳落去訂閱，我哋一齊反抗呢場騙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一個叫做維度限制嘅思考實驗。你而家嗰時幻想一個二維嘅世界，即係一張平滑嘅紙，呢張紙上面住咗一個紙片人，佢成個世界就只要前後左右，佢完全冇上下呢個概念，因為佢嘅腦袋同身體都係邊嘅，佢嘅物理 calculus 根本容納唔到上方呢個方向。如果呢個時候我哋呢個三維世界嘅人從上面伸一隻手指落去穿透嗰張紙，你估喺嗰個紙片人眼中佢會見到啲乜？佢會見到佢嘅世界入面憑空突然出現一個圓圈，如果邊就會答你急覺有物理越變越細，如果呢個圓圈越變越大，跟住又有物爾物塔，佢死都唔去眠住嘅。呢個位係黑過問到你要去邊度，因為佢成個世界嘅物理定律入面根本冇實在嘅物理定律入面可以解釋到從上面穿落嚟呢個動作，對佢嚟講呢個圓圈就係一個超自然嘅靈異現象，一個神質過嘅外在，呢個佢窮盡一生都解恐怖嘅地方。你知點知我哋人類唔係嗰個紙片人，我哋活喺三維空間加上呢條時間線，我哋覺得自己睇晒所有角度，覺得呢個就係宇宙嘅全部。但係假如今日科學家話你知喺我哋熟悉嘅長肥高呢三個方向之外，仲有第四個、第五個甚至第11個維度呢？呢啲維度唔係科幻小說入面嘅平行時空，而係言理論入面真係存在嘅數學。缺過一個我哋個腦由硬體上就完全唔能夠想象嘅方向，呢個我哋連用咩形容詞去描述都講唔出嘅超空間。想象一下，可能真係有某啲劇過某啲存在，佢哋就正正企喺我哋隔籬貼住我哋嘅鼻尖，但係因為佢哋喺嗰個我哋感知唔到嘅維度入面移動，所以我哋一世都察覺唔到佢哋，
就好似嗰個紙片人永遠見唔到嗰隻從上面刀落嚟嘅手指一樣。你點知你而家嘅頭頂或者你個心口前面冇啲死圍空間嘅嘢喺度穿嚟穿去？你唔知，你個腦亦都唔會話俾你知，因為佢根本就冇呢個功能去接收呢種信號。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好灰、好沮喪，覺得自己由細到大信以為真嘅世界，原來全部都係一個由大腦精心編造嘅謊言，係一場集體嘅幻覺。你覺得自己好似一個扯線公仔，全世俾個腦同對眼玩弄喺鼓掌之中。但係如果你跳翻轉頭諗，呢件事其實係非常美麗、非常浪漫嘅。你個腦花咗咁多心機，過漏9成9嘅雜訊，唔係要欺騙你，而係要拯救你。佢嘅終極任務就係確保你可以生存，可以傳宗接代，可以平平穩穩咁過完呢一生。如果你真係可以睇到晒所有粒子嘅波動，所有電磁波嘅交紅，所有暗物質嘅流動，你個意識會喺1秒鐘之內被呢種無限嘅資訊海洋淹沒，你乜都做唔到。你會即時精神崩潰，甚至連自己係邊個都唔記得。正正因為你睇唔到嗰9成9嘅大雜訊，你先至可以好專心咁去愛你身邊嗰個人，可以全神貫注咁煮一餐飯，可以瞓喺梳化發一個白日夢，可以為一個目標去奮鬥。呢個腦為你剪輯出嚟嘅呢個細細，雖然冇雜，雖然只係一個生存之要，但係佢嘅大小啱啱好，足夠你去體驗人生嘅甜酸苦辣，足夠你去建立你嘅回憶同情感。你睇到嘅紅色雖然只係一個虛構嘅標輪，但係呢個標輪令到你覺得夕陽好靚，覺得紅玫瑰好浪漫。呢啲感覺係千真萬確噶，佢哋比任何物理波長都更加真實。真正嘅清醒唔係自以為已經睇透晒一切，然後用一種高傲嘅態度去否定嘅事。真正嘅清醒係一種唔卑，係承認自己手上呢個畫面本身就有限制，承認自己有限制，承認自己對眼天生就有盲點，承認自己個腦天生就有偏見，承認人類嘅認知喺呢個浩瀚嘅宇宙面前係渺小到幾乎唔存在。當你明白呢點，你睇呢個世界嘅眼光就會完全唔同晒。你唔會再咁肯定自己永遠係啱，你唔會再咁容易同人嗌交，因為你知道人哋個腦接收到嘅版本可能同你完全唔同，必變換。你會對大自然多一份好奇，對身邊嘅人更加包容，因為你知道每一個人都只係帶住自己嗰副獨一無二嘅大腦攞鏡，努力咁去理解呢個永遠都理解唔晒嘅宇宙。你同我都只係呢個奇妙宇宙入面嘅一個微小嘅觀察者，帶住一副由大腦送嘅特製眼鏡去體驗一場獨一無二嘅生命旅程。如果今日呢集內容有啟發到你，有令到你對自己個腦同呢個世界有一個全新嘅理解，覺得自己好似啱啱瞓醒，你唔該即刻用你嗰隻明明睇唔到自己搬動嘅手指公，幫我用的咁即係讚呢條片。你一定要幫手轉發出去，分享身俾你身邊嗰啲成日覺得自己眼見為實嘅朋友，等佢哋都一齊體驗下乜嘢叫做被大腦欺騙嘅震撼。仲有，如果你成個系列由頭追到落尾都仲未訂閱，你而家係最後機會啦，即刻撳落去嗰個訂閱註冊，開啟旁邊個小鈴鐺，揀晒所有通知，你訂閱咗，代表你加入咗我呢個敢於挑戰現實、追求真相嘅大家庭。我哋未來仲會繼續用科學同哲學拆解更多你以為你知，但其實你完全唔知嘅人生秘密。你唔訂閱呢個宇宙嘅演算法，就會將你推返去嗰個平凡嘅世界，繼續俾你個腦多幾十年咁啦。而家就咁將呢份謙卑同好奇延續落去。我哋下一條片再同大家一齊重新定義現實呢兩個字。再見。